家好，我係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成長易計劃嘅課程發展主任 Tony。當你嘅小朋友升上小學嘅時候，係咪已經能夠照顧自己嘅衛生，自己執書包呢？今集我會講下點樣有效咁培養佢哋嘅自給自足能力。大家可能會問，自給自足能力係咪等於自理能力啊？自理能力係指緊能夠照顧自己生活起居嘅能力，而自給自足能力就係一個比較全面嘅概念。除咗自理能力，仲包括自主決策、承擔責任、解決問題等能力。培養小朋友嘅自給自足能力，唔單止關乎佢哋嘅獨立性，亦都影響佢哋喺學習、生活同埋社交上面嘅適應能力。有研究指出，透過日常生活嘅自主選擇同埋承擔責任，可以幫助小朋友建立自我管理同埋社交技能。父母如果能夠喺適當嘅時間俾小朋友空間，鼓勵佢哋嘗試自己解決問題，就可以為佢哋嘅成長打下穩固嘅基礎。喺生活入邊，我建議父母可以喺以下3方面入手。第一，由生活嘅小事做起，例如俾小朋友自己着衫。咁樣唔單止能夠俾小朋友學識基本嘅生活技能，更加能夠培養佢嘅責任感同埋自律性。當小朋友做得慢、做得亂或者唔夠完美嘅時候，家長往往會出於關心同埋照顧嘅本能而忍唔住幫手㗎。呢個時間如果能夠多啲耐性，企喺小朋友身邊，俾適當嘅引導佢，而唔係過度嘅介入，就能夠為小朋友創造自主嘗試同埋完成任務嘅空間。第二，鼓勵小朋友自主決策。父母可以俾小朋友決定一啲日常嘅事，例如決定先做邊一科嘅功課，等小朋友喺生活入邊學識做選擇。開初嘅時候，家長可以提供唔同嘅選項，引導小朋友去思考每個選項嘅好同唔好，幫助佢哋喺選擇入邊鍛煉判斷同埋決策能力。當小朋友做決定之後，家長可以適當嘅肯定佢嘅諗法，或者係事後同小朋友一齊反思呢個選擇係咪合適，下一次有冇唔同嘅做法呢？每一次嘅選擇都係累積經驗嘅過程，聚沙成塔，小朋友就能夠逐步做到自給自足。第三，培養小朋友解決問題嘅能力。當小朋友喺生活入邊遇到問題嘅時候，例如揾唔到玩具，父母可以先叫佢冷靜落嚟，然後引導佢諗辦法解決，唔好急於幫佢處理問題。喺安全同埋可以承擔後果嘅情況之下，家長可以透過提問去引導小朋友去思考，例如話：今次你唔記得咗帶作業，都冇辦法啦。咁你覺得下次點樣可以令自己記得呢？咁樣做，小朋友唔單止會學識處理眼前嘅問題，亦都能夠為下一次做好準備。最後俾一個小提示大家，就係由生活點滴出發，幫助孩子自給自足。下一次我哋會講下點樣培養小朋友嘅行為調節能力。拜拜。